中华因为要进行沼水潭水杯管线工程的改接作业台水公司是公告讲9月初3返点开始，中华市甲河美镇会停水，上久是会停39点钟影响8万外户，所以提醒民众要爱心欠水，买来设灌水站。也毋过对用水量较大的洗车业者来讲，是真烦恼，讲无法度做生意。民众压花草、煮饭、洗碗池拢爱用着水，各店家做生意，尤其是洗车、理发厅，水嘛用真伤。但是自来水公司公告，中华9月初3返点开始，中华市甲河美镇大规模停水，上长停水39点真久。消息一出来，店家甲民众拢真无奈，毋但影响生意，生活嘛真无利便。一天我就洗头20台车嘛，你即马停水的话，我剩了水头头剩4、5台车、5、6台车安尼，营业额就会减足济安尼。没办法，就买多一点储水桶来储水啊。台湾自来水公司表示，为了提升中华地区自来水的稳定性，所以要来进行沼水潭水尾的改接工程。为9月初3返点开始，中华市7成用户甲河美镇的部分地区分别会停水37点钟甲39点钟，会有81389户受影响。停水的范围就是总共有64个里，包括彰化的大部分以及和美的部分地区。停水的户数总共是74600多户。减压大概有6700户左右。台水公司嘛提醒民众，停水的时爱记得关抽水莫达，提早欠水。目前伫停水的期间，有设47个灌水站，若有需求也会增加灌水站。相关的资讯拢会当上台水公司的网站查询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